大家好，我係芝巴，歡迎大家收睇芝芝遊遊。又到咗周末遊遊閒嘅時間啦。話說芝芝當日返幼稚園認畢業相，冇錯啊，芝芝今年嘅9月就讀小學1年班啊。芝巴有啲唔捨得芝芝大得咁快啊，不過成長係人生必經嘅階段，所以我同芝媽都好期待芝芝嘅小學生涯。除咗可以學到更加多新嘅知識之外，仲可以識到好多新嘅同學仔啊！我覺得最開心嘅童年係小學呢一個階段。我哋去咗附近嘅翠屏河花園，去睇下呢個公園有咩特別同埋有咩玩先。花園係位於觀塘工業區同埋麗港城嘅中間。翠屏河花園佔地大約係5800平方米，提供多元化嘅設施，有長者健身角、特色草坯、觀景台，仲有避雨亭、小型水景同埋園景區等等。芝芝，你係咪調轉咗嚟玩？你應該要向前啊！而家調轉咗。係啦，冇錯，繼續。多用途廣場嘅側邊設有階梯式嘅座位，同埋一啲特色嘅草坯，可以提供舒適嘅公共休憩空間。仲見到有啲遊人喺度紮營喎，睇嚟呢度嘅環境都相當之唔錯。花園入面嘅人流唔算太多，可以悠閒咁四圍遊覽。翠屏河花園以休憩空間為主，康樂嘅設施相對較少。呢個花園距離大型嘅購物商場，例如觀塘廣場、鱷魚恤中心、APM 都比較遠，再加上交通唔算十分方便，所以如果唔係路過嘅話，應該就唔會特登過嚟呢度玩啊。雖然呢條叫翠屏河，但其實係一條明渠嚟㗎，主要係用作排洪嘅用途。河水經過環境同埋生態淨化之後，水質比以前改善咗好多，臭味亦都大幅減少，仲會見到有啲魚喺條河入邊游來游去啊！有啊，有好多魚毛啊！你睇下，嗰度成堆啊！我哋喺度 fishing 啊！啊！咩嚟㗎呢個？呢度係翠屏河花園嘅打卡景點，每一個公仔都有唔同嘅造型㗎。呢個花園為繁囂嘅觀塘商貿區帶嚟一片寧靜舒適嘅休憩空間，但係花園入面嘅設施唔算有太大嘅特色，再加上周邊嘅配套不足，所以呢個花園對我哋嚟講冇咩吸引力。呢條翠屏河中上游位置嘅水質明顯比較差，可能係因為河水嘅流動量不足。另外呢條河道喺活化工程之前，有好多污水喉駁錯咗落去呢條明渠度，導致有大量嘅污水流入，令到呢條明渠臭氣熏天啊！不過經過政府13.4億嘅活化工程之後，明渠嘅水質先至有明顯嘅改善。另外，翠屏河周邊加建咗好多呢啲觀景台，可以觀賞一下河流同埋周邊嘅景色。好啦，時間差唔多，當日我哋 book 咗去食日式放題，所以悠閒咁行過去。點解啊？
由翠屏河花園行過去 APM 嗰邊真係有啲遠啊。不過當日嘅天氣非常之清爽，所以可以慢慢咁行過去。我哋食嘢之前去 APM 睇展覽。當日我哋去咗觀塘 APM， 見到呢個 AI 機械科技大匯演，非常之熱鬧啊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呢條片，有更加多呢個大匯演嘅精彩鏡頭。鍾意機械人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啊！睇完表演之後，我哋去咗鱷魚恤中心3樓食放題。好啦，我哋食完呢個日式放題，但係因為我哋唔食刺身同埋魚生嘅關係，所以都冇乜特別評論啦。今集嘅週末遊遊行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，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支持一下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